首先，恭祝各位父親節蒙恩，兒女孝順，個人健康愛主。嗱，今日呢個題目叫做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裏。經文呢係咁講嘅：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裏死了，仍然係一粒；若是死了，就結出好多子粒嚟。呢一段經文相信你聽咗好多次，不過係先從農耕嘅角度嚟睇一睇啦。嗱，一粒麥子埋喺地入邊咧，佢經過3期。第一期叫做萌芽期，第二咧係分裂期，第3期咧係孕穗期。呢個分裂期咧就話佢喺底部1支變2支變6支咁樣嘅意思。咁啊之後咧分出嚟嘅每一個支咧成為1束，有可能2或者到6束嘅麥穗。1束麥穗咧就有20粒到40粒。嗱，呢個數學就簡單啦。我當最少同最多嘅比較，1粒麥子2束麥穗，每一個麥穗20粒，已經1粒麥子可以產生40粒。但係多一啲嚟講咧，1粒麥子產生6個麥穗，就每一個麥穗咧係40粒，240粒啊！嗱，我哋咁樣睇落去就知道，麥子原來喺地死咗咧，好快，唔到1個禮拜就開始發芽，之後咧係分裂期同埋呢一個嘅孕穗期，長出2到6或者仲有更多添束嘅麥穗，8個月咋就長出40到240粒。呢個就係聖經用咁嘅例子嘅意思啦。從農耕講完啦，我哋從屬靈嚟睇啦。耶穌講麥子落地嘅比喻，第5日之後佢就被釘十字架，3日後咧從死裏復活。而今日2026年嘅今日，因為佢嘅死，因為麥子落地，佢嘅復活，全世界有26億個子粒，26億人跟從主。所以呢一段嘅經文24、25我哋可以講到第一段破碎捨己，生命倍增之道。26節真實門徒服侍同埋跟從兼備。27節背負十架，唔好以為耶穌係好容易經過十字架路，以為佢係神，但係佢亦都係有人嘅肉身，係好大嘅掙扎，佢係甘心嘅擺上。我哋先睇第一段破碎捨己，原來係生命倍增之道。聖經入邊我哋講到愛惜25節，自己生命嘅就喪失生命。呢個世界恨惡自己生命咧，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。呢句話有少少嘅難解。我哋先嚟解26節，愛惜自己嘅生命。咩解咧？就話一個人緊緊嘅握住我嘅嘢，我嘅權益，貪圖安逸，自私自利，唔願意為主捨己，呢一種人就叫愛惜自己嘅生命。乜都係我，冇諗過其他人嘅需要。嗱，呢一句又更難解。恨惡自己嘅生命，我哋係咪個個要恨自己咧？呢一個唔係叫我哋遁世，唔係叫我哋自殘啊，更唔係叫我哋厭世。原來恨一者喺希臘文啊，係有唔同嘅意思，係比較嘅意思。我愛 A 多過愛 B，希臘文嘅意思係話我愛 A 又恨 B。
即係話有得比較時候，用恨呢個字強烈好多。所以恨惡自己嘅生命咧，即係話有兩樣嘢俾你大家，一樣係愛主同埋拯救靈魂，一樣係愛自己嘅生命。呢兩樣嘢擺喺你面前，我哋就永遠都係愛主同埋拯救靈魂勝過愛自己嘅生命。講係容易嘅，但係呢個就係耶穌基督留下嘅教訓。不顧惜嗱，有時候你話我唔識希臘文啊，咁點搞咧？你就買好多嘅版本，其實都唔使買嘅而家。你 BibleGate 上網睇好多版本㗎啦。咁個翻譯仲好，新普及譯本講不顧惜自己生命，即係唔係專注掘諗自己嘅 message， 我仲中意添，叫做 Let it go， 生命就係咁樣過。保住生命到永生，就話呢一種人咧，恨惡自己而將神放第一咧，就能夠係 finish well， 終極無憾走完人生嘅道路，就能夠活出璀璨嘅生命，唔會萎縮。有時候我哋以為自己賺好多錢，越嚟越，其實反而萎縮㗎，唔至於 finishing poorly， 晚節不保。嗱，所以耶穌24到25節咧，一段嘅嘢咧，係一個比喻，亦都係一個宣告，亦都係一個勸誡。比喻就話麥子落喺地入邊，就結出好多子粒。宣告耶穌喺個時候，門徒都係一知半解嘅。不過耶穌已經宣告咗啦，我會為你哋，為世人而被釘十字架，3日後復活。而咧千千萬萬嘅信徒係因為耶穌嘅死咗嘅生命得到永生，亦都係一個勸誡。嗱，耶穌講我自己係咁樣，我希望你哋聽嘅人、門徒，甚至今日玩堂弟兄姊妹，都係要記得你哋嘅生命係點樣咧？你哋如果係緊緊握住個人嘅權益，貪圖安逸，唔願意為主捨己，佢哋嘅生命咧就萎縮，至終係晚節不保。呢一個問題好重要，僅此一生。斯達德佢講：僅此一生，轉眼即逝，唯有為基督所做嘅，先能夠傳到永恆。你同我只有一生啫，我哋呢一生咧，你會點樣使用咧？我用 AI 將自己美化咗，呢個係我哋嘅樣。第一係錯誤嘅使用自己嘅生命，握住自己嘅權益。你話我賺錢係我應該自己用喎，唔係咁嘅意思。盡情享樂，對人漠不關心，唔願意為主擺上所做嘅，你問翻自己，有冇一樣嘢可以傳到永恆？結果生命一路萎縮，最後終晚節不保。呢種係錯誤嘅使用。正確使用係點咧？忠於主所託付嘅，愛失喪嘅靈魂。你願意喺今日將生命投資喺永恆當中，係為咗主，係忍受咒罵、排斥，甚至為主好似一粒麥子咁死咗。最後咧，呢個生命咧係成為一粒落地嘅麥子，會結出100倍嘅子粒，活出終極無憾嘅一生。介紹呢一個人俾大家識，中文名啊，其實挪威人嚟㗎，佢去中國宣教，所以整翻個中文名葉永清。挪威人，佢聽到中國失喪靈魂嘅需要，佢破碎自己。17歲嘅時候獻身，26歲同埋妻子到中國山西河谷宣教，47歲就殉道。佢獻身嘅經過係咁樣嘅。17歲嗰一年就係1909年，一個聚會入邊有講員講到中國靈魂嘅需要，中國嘅福音嘅需要，佢好感動。奉獻嘅時候
攞晒身上所有錢放晒入鳳衣袋，再加一個字挪威文嚟嘅 omit leave。omit leave 係咩嚟嘅咧？End my life， 奇怪啊！你張紙應該話獻我身啊，佢寫 end my life， 預我一生。原來佢意思就話主啊，我今日所有嘅銀包嘅錢俾晒你，同埋我生命完全俾你。結果佢遵守佢諾言，47歲喺中國宣教嘅時候，1939年12月14日。遭受34架日本飛機轟炸機炸死啊！點解日本人咧懷疑佢係間諜？喺屋上邊出動34架，就咁樣被炸死。短短21年嘅侍奉，佢嘅女又整翻個中文名喎，叫做葉嘉麗，寫一本書。Reside away our lives. How one family gave everything for gospel. 中文翻譯就話：我哋一家人簽下生死狀，我同埋我嘅生命都俾晒主，一生為福音擺上。呢本書好好嘅一本書。結果一粒麥子產生乜嘢咧？喺山東河曲葉永清宣教。佢嘅女咧喺菲律賓宣教，葉嘉麗；佢嘅仔咧喺台東宣教，葉德華；佢嘅孫咧喺印尼宣教。呢一個就係佐證咗今日所講嘅一粒麥子。葉永清竟然係我計過啦，竟然影響起碼1000人嘅生命，已經顯出好多嘅字粒。我整咗一個視頻俾大家聽一聽呢首詩歌。今生若比永恆長，讓我們吃喝快樂吧。管那生命盡頭有沒有方向答案。今生若比永恆長，讓我們賺取金銀吧。還有那種投資利潤比這更大。今生若比永恆長，讓我們求取功名吧。就那世上的人，從心裡發出讚嘆。今生若比永恆長，讓我們隨心所欲吧。指着曇花一現，就讓它瀟瀟灑灑。可是誰不曉得？今生不比永恆長，不比永恆長，不比永恆長。永恆要去何方？今生就要思想。人若賺得了全世界，賠上了自己的生命，能拿什麼來換？能拿什麼來換？能拿什麼來換？第二段我哋睇到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裏，真實嘅門徒有兩個嘅要素：服侍同埋跟從。若有人服侍我，就當跟從我；我在哪裏服侍我的人，也要在哪裏。若有人服侍我，我父必尊重他。嗱，寇兆恩牧師最近病到好緊要，最近啱啱先醒翻過嚟。我睇到佢喺2022年嘅一段嘅文字咁寫嘅，要服侍就一定要跟從。真實嘅服侍唔係話主啊，我願意服侍神啊，不過照翻我個方法，我唔跟你嘅，照我喜歡嘅。佢講作為神嘅僕人，記得你嘅主人要你做乜嘢，你就當然啊跟喺後邊啊嘛。佢話你做呢個，你又去做；你做嗰個，你就做嗰個咯。但係好多時候我哋口講我哋服侍神，
其實咧係神聽我。你會唔會咁樣咧？一早起身列清單1、2、3、4、5，叫神幫你執啊，幫你買，幫你做，做唔到咧俾個黑面嚟睇啊！但係神要聽我，要照我。有人喺教會服侍，初期好興奮，後來一開執事會、開委員會，硬係人哋唔聽佢講嘅。佢冇反省自己講啲乜嘢話，咁就最後咧就話辭職。我願意服侍神，但係如果我所領受嘅想法你哋唔聽咧我就即刻辭職。求主幫助我哋了解一個事實，服侍神就放下自己嘅主權去跟從主。當然講到放下就有捨，奇妙嘅捨就得啊！你有捨先得，放下自己嘅主權你就會得。得到乜嘢咧？天父話我尊重佢，好寶貴一件事。天父尊重你，覺得你為主做好多犧牲，放棄好多。我本來有呢樣有嗰樣，乜都冇晒。但係記得天父必尊重你，天父眼中睇你有永恆嘅價值。天父眼中睇你嘅主，為主放下嘅，你唔再堅持你嘅做法，成個過程天父眼中為寶貴。但願我哋一生不只是我的想法，我好過癮啊！喺教會侍奉，唔係喎，你係話我一生喺天父嘅眼中有冇價值咧？1899年到1900年，中國慈禧太后同埋義和團合作勾結，喺中國各地殺死咗189名嘅西方宣教士，成人137名殉道，細路哥52名。我揾到1900年啲相咧，我全部用 AI 將佢整到好清晰啦。好多西方嘅宣教士服侍亦都跟從，服侍亦都聽從。埃厄德師母，佢有 Elizabeth 愛爾蘭人，去中國擔任一個宣教士家庭嘅家庭教師。1898年 Elizabeth 同埃厄德牧師結婚。義和團發難嘅時候咧，師母就快生產，冇辦法走難。喺1900年8月15號，喺山西嘅汾州被殺。埃厄德師母嗰年30歲咋。埃厄德師母咧，佢殉道前12日寫信俾親人話：我呢個好感動啊！我從來冇後悔嚟中國，唯一遺憾嘅就話我只做一啲抵從。係英國人1900年8月9號喺山西恩州殉道，年44歲。佢寫信遺言係咁講嘅：我哋能逃生嘅機會微乎其微，我哋早已視死如歸。全體宣教士都同處於危難中。倘若我哋將無一人生還咧，我哋會有更多嘅宣教士嚟代替我哋嘅。貝如意姑娘，美國人，畢業於歐柏林大學，1890年去山西太谷擔任教師，1900年7月30號就殉道，35歲。喺形勢危難嘅時候，將遺書遺物交俾嘅學生孔祥熙。假如你我從此訣別，請你記住，
我沒有後悔嚟到中國。長希，唔好為我難過。呢個長希後來做咗校長，係孔子嘅70幾代嘅子孫嚟嘅。我唔係怕死，我關心嘅就係有冇人得救啊！如果有嘅話，我就死而無憾啊！盧美樂，美國公理會嘅宣教士，中國7年侍奉就殉道，年35歲。佢寫信俾爸爸媽媽，親愛嘅爸媽，讓我在工場上鞠躬盡瘁，將聖善嘅光照亮人心，這便是我最大嘅報酬和安慰了。德富士牧師，佢嘅師母因為健康嘅緣故，先帶住個仔女返美國休養。德牧師卻喺1900年7月31號喺山西太谷被殺。1900年8月14號係佢哋結婚11週年紀念。師母唔知道丈夫已經被殺。佢喺美國寫一封信去，親愛嘅，今日係我哋結婚11週年紀念。你喺邊度呢？即係已經殉道㗎啦。係喺遙遠嘅中國，你是否平安呢？我係正在受苦呢？或者你已經喺天堂，正在苦陷着我呢？天堂並不遠。因為耶穌說：今日你與我在樂園裏了。不得經牧師，美國公理會差派到中國宣教，30歲喺河北保定被殺。佢寫俾佢嘅一個嘅老工人老曼，佢話：老曼，請你講俾小河里，即係佢個仔啊嘅媽媽，囑咐小河里，佢爸爸最後嘅遺言就話：我希望我個仔25歲用宣教士身份再返中國。嗱，俾我咧真係走得快好世界啊！仲叫個仔繼續去中國，結果歷史上講真係嘅。我哋綜合嚟講有咁嘅睇法，喺刀光劍影之下，仍有唔後悔到中國宣教。唔認為自己有犧牲做乜嘢，反為覺得做得唔夠，深信自己嘅殉道會激發更多人投入中國嘅宣教行列。中國人嘅靈魂比我生命更寶貴，喺宣教工場上盡心盡力，鞠躬盡瘁，唔交差。殉道者已經喺天堂，喺天父嘅懷中。期望佢仔或者女繼續父親嘅心願到中國宣教。最後我哋睇第3段，背負十架，掙扎卻甘心。我現在心裏憂愁，我說什麼才好呢？耶穌嗰種嘅矛盾啊！父啊，救我脫離這時候，但我就係為呢個時候嚟嘅喎。十架呢個刑罰呢，係不公義嘅，係羞辱嘅，係捨己嘅，係所有嘅門徒都離開嘅眾叛親離嘅，係藐視嘅酷刑。羅馬人發明十字架，係人類對付人類最殘酷嘅一種刑具，竟然臨到耶穌嘅身上。踏上十字架，耶穌嘅心情呢，和合本講心裏憂愁，新譯本講心裏煩亂。ESV 你如果揾一本好嘅英文聖經咧，呢本我建議你買 ESV 最新嘅 My soul troubled。AB My soul is troubled and deeply distressed。我又好中意一個 message 啊 ，storm tossed。我嘅心靈咧好似風雨搖擺，咁我就諗咗呢8個字嚟形容耶穌嘅心情：愁腸百結，
惶惶不安，內心有好深沉嘅憂愁，因為外在嘅環境產生好深沉嘅不安同埋恐懼。但係耶穌喺咁嘅情況之下，真係想逃避啊！父啊，救我脱離呢個時候，喺客西馬尼園去3次懇求，係掙扎求神挪去呢一個最難受嘅呢一種嘅刑罰。但係聖靈加力，耶穌就更加清楚，我原是為呢個時候嚟嘅。主啊，不要成就我嘅意思，只要成就你嘅意思，順服甘心擺上。結果咧，人子得榮耀，父神得榮耀，完成救贖嘅計劃，吸引萬人歸向耶穌。所以將剛才嘅邏輯用3個圈嚟表達：十架之路、殉道之路，愁長百結，惶惶不安，掙扎卻甘心擺上。最後榮耀嘅見證，我攞21世紀頭先講到好遠嘅時候啦，1900年，而家講現在啊嘅見證，講講為主掙扎卻甘心。索馬里係基督徒遭受嚴峻迫害嘅第2名嘅國家。2012年頒布臨時憲法，到而家仲係一路落嘅臨時咁長嘅。咁就係所有嘅回教徒改信基督教咧，都係叛教，會被攻擊、被排斥，甚至公開處決。阿維斯佢話：爸爸講，我唔能夠阻止你讀聖經，但如果你要洗禮成為基督徒咧，我會親手殺你。呢一間教會咧，佢地下教會咧24個會友，14個會友，結果全部被殺，剩翻2個。佢繼續掙扎，卻甘心獻上。也門咧，亦都係第3名嘅。佢就所有嘅改教嘅都要死刑或者禮拜堂受破壞。而呢個吳塞武裝控制物資，你唔信耶穌咧就冇嘢買到。哈納德佢話：我唔驚，因為神正開啟我哋呢個國家嘅福音嘅門。好多人咧係對福音有興趣，而且深入了解。當我公開分享嘅時候咧，我仲敢公開講嘅，因為咧仲更加安全。佢係點樣信主咧？用 YouTube， 當然佢有爬牆啊諸如此類，我哋唔好理佢啦。咁就信咗耶穌，願意用生命嘅代價嚟到為主。伊朗第3名嘅迫害基督徒，成日會有一種嘅信耶穌係間諜嚟嘅，而且判處死刑。一個叫司馬。佢話：我審嘅時候，佢將一張白紙放喺前邊。嗱，如果佢寫下你後悔成為基督徒，我就即刻放你。佢話唔得，呢個係唔係告白？呢個係謊言，我唔講。結果佢就咁樣被殺。呢度羅馬咧，一個嘅亞碧古道啊。睇咗一間禮拜堂叫做主河王啊，咁得意嘅名，主河王。個歷史係咁樣嘅。有一張壁畫，就係使徒彼得喺逃難中遇到耶穌，就喺個地方。喺公元64到67年，耶路撒冷同埋羅馬基督徒受到大迫害嘅時候咧，彼得都想走難，但係咧喺呢一個異象中，見到耶穌行咗過嚟，彼得就問主啊，你去邊度啊？主何往啊？主話：我要到羅馬，因為好多人都貪生怕死，唔肯繼續留喺度住返，我去羅馬。彼得就大喊一場，堅守喺羅馬。禮拜堂另外一個壁畫就咁樣啊。67年，佢被捉拿。佢同
皇帝講：我唔配同耶穌一樣嘅釘十字架，我要倒掉十架。星期五就開始53差傳年會53屆。我好記得喺1974年6月第一屆，有幾多個參加？舉一舉手啊！1974年，都好多翻咗天家，係咪咧？我哋同你兩個啊，嗰陣時咧第一屆，麥希真牧師主持，坐滿晒，咁就好多西方嘅宣教士，我有幅相嘅，應獻目標2萬，實收咧，我哋個個都流淚啊，57,000啊！而且唔係派遞過去啊！第一個宣教士係我哋嘅女傳道張姑娘張慧蘭姑娘。第一屆已經有6位宣教士喺英國、台灣、印尼。哇！嗰陣時我哋好興奮，我嗰陣時24歲，好咁奇妙嘅一個神點解做咁奇妙？我24歲讀經濟統計喺所謂嘅國大嗰陣時嘅升大，統計學講唔通嘅，升呢一個經濟學都唔通嘅，應獻200人唔到，應獻咗57,000。我哋好期待差傳年會，好期待，因為原來咁細間教會可以影響到全世界。但係咧，我想問大家，你會唔會有一種往小而過年，年年難過年年過？有差傳年會麻煩啊！如果咁樣嘅話，求主憐憫我哋，應該有一個期待嘅心。主啊，原來我奉獻啊，可以影響整個嘅世界。53屆，我哋總共有88位宣教士到世界各地。我哋嘅目標係115萬，其實總支出150萬。所以我哋有點樣嚟到預備呢？呢一章作為今日結束，獻金。唔再做交差，我自己食唔夠用唔夠，我係咁以俾啦，唔交差。獻土唔係有口無心嘅，獻身嗱，唔好睇住我啊，牧師啊，唔係我啊，係隔離嗰個啊。我哋應該係轉一個 paradigm， 我哋有一種犧牲性嘅奉獻。原來我哋嘅奉獻可以影響到世界起碼88個國家或者地區。我哋有口無心，我哋主為一種真知識嘅祈禱。神啊，你一定要聽，一定要拯救。主請差遣我。喺上一次嘅差傳年會我講道嘅時候，應該係68歲咋，好後生。我話咧，我好老啦，有邊個最後一日係願意繼承我到宣教工場咧？大家你望我，我望你。有一個弟兄舉手，佢今日成為華恩堂嘅宣教士，專係做中國事工嘅。所以我哋唔係睇隔離，就話請差遣我。我哋低頭同心祈禱。天父，我哋感謝你，差傳事工係你特別託付我哋嘅，讓我哋能夠學習一粒麥子為主嘅擺上。好好嘅準備我哋今年嘅差傳年會，透過獻金、獻土、獻身，亦都讓我哋能夠學習服侍主、聽從主、跟從主，甚至唔再握住自己嘅權益。讓我哋能夠喺呢一度咧，我哋唔係一種理論上講到點樣為主，嗱，我哋每一個人話主啊，我唔睇隔離嘅，我願意就咁樣向上。向前獻金、獻身同埋獻土，願你繼續感動我哋。以上祈禱奉主耶穌基督聖名，阿門。